大家好，又係我 Athena 啊！我哋今日嘅星座對碰係獅子座對水瓶座。當霸氣嘅獅子遇上理性又叛逆嘅水瓶時，唔好忘記佢哋係一對攻星座嚟。如果宿命真係要將佢哋拉埋一齊，佢哋究竟會成為最強嘅拍檔，定係注定要勢不兩立呢？作為一對情侶，佢哋就等於王者對住叛逆者，呢段感情到底可以擦出幾多愛火花呢？匹配度52分。獅子熱情直接，中意主導一切，而水瓶獨立又理智，最唔中意俾人控制。呢段關係初期可能火花四濺，充滿刺激感，但時間耐咗，越了解對方，就會發現大家諗法差天共地，行緊兩條唔同嘅路。如果真係想駕馭呢段感情，真係要有相當嘅智慧同包容力啦。作為朋友嘅時候，佢哋會係惺惺相惜，定係格格不入呢？投契度68分。獅子中意做焦點，主導成個氣氛；水瓶就崇尚獨立，從來唔會隨波逐流。佢哋各自都有一套諗法，唔容易迎合對方，但同時亦唔輕易妥協。如果雙方可以喺差異入面學識欣賞對方，呢段友情將會好有火花，甚至互相啟發。但如果獅子想要嘅係認同，而水瓶只係想保持距離嘅話，咁佢哋最終就可能只會變成點頭之交啦。要係喺職場相遇，佢哋呢對組合會係創意與領導力並存，定係邊個都唔肯妥協呢？合作度75分。獅子天生具備領導風範，水瓶就充滿跳脫創意。如果佢哋可以好好合作，絕對可以變成一對集執行力同創造力於一身嘅超強組合。不過，獅子習慣指揮大局，水瓶就最唔中意被人約束。如果雙方都堅持己見，好容易陷入權力拉鋸。唯有獅子願意接納多元觀點，水瓶肯理解團隊方向，呢個組合先至可以真正發揮出佢哋強大嘅戰鬥力。喺競爭層面上，獅子對水瓶就等於王者嘅正面衝擊對住變革者嘅思維突破。競爭百分比52對48，獅子微微略勝。獅子自信出擊，主導局勢，一出手就氣場全開，想喺第一時間就壓制對手。水瓶就從來唔跟風，用跳脫反常規嘅方式應戰，往往令對手摸不着頭腦。呢場競爭唔係單純嘅你強我弱，而係睇下邊個可以打亂對方嘅節奏。獅子憑藉住佢嘅氣勢可能會稍為佔優，但水瓶嘅思維突破總係可以為局勢帶嚟意想不到嘅變數。獅子座對水瓶座嘅總結：獅子同水瓶呢對組合可以話係充滿張力同衝突，但同時亦擁有改變局勢嘅潛力。如果獅子學識尊重，水瓶學識理解，只要雙方肯放低固執，就有機會並肩作戰，成為最強拍檔。今日就講到嚟呢度啦，唔知下一次你想睇邊兩個星座嘅對碰呢？歡迎留言話俾我知。仲有，記住訂閱、點讚，同埋將呢條影片分享俾你嘅朋友。多謝觀賞，再見。